各位男士，你以為 IG 頂級靚女高不可攀？我話你知啊，其實佢哋私底下平到你唔信啊！我識得有個樣貌身材都係明星級數嘅網紅，半專業人士，月入成6萬蚊㗎。你以為要送廣東道包包先追到佢？你錯啦！有個離婚男人40幾歲，專業人士開出每次大約1萬蚊嘅 offer，呢個網紅就千依百順，咩都做齊晒，毫無底線可言。好多人都諗唔明點解網紅月入成6萬蚊，有正職底線都可以咁低，因為兩性心理學上呢個叫光環綁架與極度匱乏。佢哋響 IG 越風光，內心其實越自卑。一遇到有啲社會地位嘅男人，就會用肉體去換取虛假嘅安全感，仲會用拍拖發展去自我洗腦，去掩飾交易嘅事實。所以男士們，女神其實冇你想得咁高不可攀㗎。外表越精緻，其實內心越脆弱。只要你用啱方法，實戰多幾次，頂級女神你一樣可以手到擒來。想認識底子優秀、滿分嘅高質靚女，即刻 IG PM 我入會配對服務啦！等我幫你精準配對，1對1帶你破局。拜拜。